生生的疑惑，自己食物自己買。哇！咩咁多人嘅？喂，幫我份魚蛋得唔得啊 Hello， 新嚟㗎。等我話你知啊，自己嘢食係要自己買㗎，唔可以揾人幫你買㗎。排隊的智慧。咁多學識快啲啊嘛！如果你哋唔想俾人噓咧，就記得一定要排隊去喺後面排先啊！排咧就最快嘅，呢個唔係規則，而係物理學嚟嘅。清潔的儀式。喂，等先，你做一個儀式未做喎？睇下咩儀式啊？儀式好簡單，首先將所有嘅湯湯水水、飲剩嘅嘢飲、汽水、檸檬茶，幫佢哋轉個靚屋。第二步，將所有嘅固體垃圾倒入呢個桶度。哦，即係無論如何，我喺邊度買飯，我都要自己執乾淨啦。Bingo！其實將規矩融入自己嘅生活習慣入邊，唔使俾人監住，都可以有手尾噶嘛。咁樣你就可以成為一個自律守規嘅鳳梨人啦。鳳齡精神，自律守規，小食部排隊有序，餐後自覺清潔。